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1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预防流感，大家爱注意哦。较常用sabun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甲喙甲鼻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最近3月足严重，哪有痰？迄行路足喘的了。你薰食遐大，敢会是肺阻塞啊？敢会？莫紧张啦，咱斗阵来爬楼梯试看卖。27、28、29、30。你1分钟30个楼梯爬袂起哩，爱赶紧去看医生啦。上重要的是爱解薰，而且照医生的指示做肺功能检查，照时间食药控制肺阻塞恶化。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新闻快报：疾病管制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阿妹，你有听到无？新闻讲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肠病毒的囡仔，出现爱困、骹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静的镜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你拄则转来，敢有先洗手？若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是，水无的。预防肠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开车袂当后背超车，弄红灯，啉酒了后更加唔通开车。FM 91.1关怀电台提醒你，这拢会造成家己甲别人的危险哦。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实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一点，会当结合出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少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
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各位亲爱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我是周清玉，今仔日伫电台现场，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1点钟的时间。我想可能伫网络还是伫电视吼，已经有听到讲，即几日噻，无想到讲，连即个韩国瑜。李嘉芬因的即个因的代志吼，煞看甲连我即马嘛煞伫电视上煞出现啦吼。我看一个嘛就足着惊吼，因为今仔日办公室的同事甲我讲，迄个网络新闻已经有出现了吼。讲迄个电视甲报迄个网络新闻拢出现讲，因为迄个黄国昌。伫讲到即个韩国瑜因过去，伊过去的足侪行径吼，大概是拢感觉足奇怪，一件比一件搁较奇怪，一件比一件搁较奇怪吼。头先的即个一碗卤肉饭一罐矿泉水，到4名到选到高雄市长，到即马出现。迄个7200万的即个买厝贷款等等一间厝变2间厝吼，是迄个农舍的一件代志，一件直直来吼。结果即马佫走出来一件讲迄个韩国瑜因李嘉芬因兜伫婚姻观是即个菜沙石伫做沙石起家吼。可能因伫婚姻本来就足有名，但是实在讲，全国的百姓并无了解。我嘛无去想着讲，婚姻的乌沙石结果到尾讲，连我听讲我也叫人骂过吼。伫遮因为记者来咧问了，我才知影讲，原来因就是讲，即个黄国昌因可能去得到消息摕到因。就是李嘉芬因老爸过去咧做县议员伫遐咧接顺的即个主旨，到一日，因讲实在有够歹听吼。伊讲伊讲周清玉吼，是小宝仔啦吼，毋互人偷乌刷石就规个拢甲人禁止啦吼，因讲要甲我掠去啦吼，要互我足歹看安尼吼。伫遐我事实上这已经是20-30当前的代志啊吼。我嘛真当然迄个印象是足清楚，但是咱的印象是对彰化县、对罗水溪的沙石迄个偷乌沙石的代志，即个我印象是足清楚，但是对着韩国瑜还是李嘉芬因迄边，或者是罗水溪南华迄边的沙石的代志，其实咱并无了解，因为咱敢若伫北华这边，咱罗水溪即条的问题就已经足大吼，所以迄阵我做县长，当然就是真要紧即个问题。所以伫遮我想咱先无回应。韩国瑜，因为今仔日记者就是咧问讲，看我是有感觉安那吼，我感觉讲，迄个时阵其实咱毋知影伊甲骂甲遐歹听，但是对我来讲，我就是做一个县长，要紧是来处理着彰化县内诶各种诶问题。当时是因为发觉着有囡仔去算，就是去流水溪边，结果跋落去迄个乌沙石乌规空，囡仔跋落去过身去。因为我知影有即个代志，我
去巡，去看遐日，去看遐家庭，看遐代志，才知影讲哦，即个落水溪头乌沙石仔的代志是遮尔啊大条。啊，我想迄个代志当年照讲毋是当发生，迄是已经足久啊，发生足久，但是大家拢无法度。为什么？因为迄拢是黑道伫把持。伫遮因的做法就是讲，我渐渐当然，我着认真去调查，结果就是发觉讲，因有诶是无申请，有诶是有申请。无申请当然就是黑白乌，有申请诶就是伊有申请，称1公顷，1公顷无大，但是因乌诶拢成乌1公顷以外口边，因溪水内面，其实你伊也无话顺啦。因讲诶，可能因迄个工程人员因了解，咱一般人并毋知，而且迄拢是黑道诶，拢是地方诶派系角头，你根本就无材料去挖去。事实上，就我要去掠，要去看，迄甚至拢顾掉咧。因个后有诶有穿有看守，迄件代志，我想伫迄个时阵真正是，若看到迄阵诶报纸吼，大概都会看到迄阵诶迄个情形诶严重。但是就我所记甲足清楚诶，就是我去，结果我去调查时，因就讲遐是毋是有合法，是毋是无合法？因拢讲迄拢合法诶，迄拢合法诶。但是边仔民众，因为当然有民众咧围观，伊讲迄拢馆长伊甲你骗诶啦，迄拢无影，迄拢无合法诶啦。我讲安尼可见就是有内情啦，所以我转来当然就足认真调所有资料来看，要求因来调查，甚至我要求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带队，阮亲身阮去掠，暗时也嘛去掠，日时嘛去掠，所以伫遐会使讲。伫迄个时阵是掠即个落水溪的头乌沙石仔，这是一件足大条的代志。当时其实毋尔这，迄个时阵我掠落水溪的即个头乌沙石仔，另外是抄迄个地下教场，另外是抄迄个电刀，佫有电子花车，所以伫遮我想你著知影讲。我拢去动人的迄个既得利益，但是迄是实在是真严重，威胁到咱的整个的社会治安，威胁到人身的安全，真正是足严重的代志。所以我积极着认真去做，结果当然就是挡着人的财路，甚至即马。对较知影讲人隔壁县市的议员吼，因讲要互我歹看吼，所以事实上是，我即马听着是笑，因为迄个时阵，遐逐个人拢知影，因就是黑道，就是流氓，就是因的利益，莫怪因较啥物款的歹话，伊嘛讲会出水，但是咱该做的嘛是爱做吼，该做的该做，虽然因为安尼第二任的县长连任有较困难，但是我想咱伫咱的任内会当做的代志，绝对毋通讲要延到后壁，要等到后壁，我想就永远做袂出来啊！所以当着就该爱努力。所以亲像蔡总统伊认为爱改革代志，当然若较巧咧，会当安尼闪一个吼，可能说了会较顺遂。毋过，事实上，咱无去投票面对代志，才会当改善。即马照讲是应该较有改善啊，但是无想到即阵韩国瑜因的即个因过去的即个历史去有规个去显出来，所以伫遮咱差不多会当知影，就是过去若是讲伫地下交警啦、食毒啦。跋筊啦、迁赌啦，还是沙石仔场啦、电刀啦、污染啦、地下交警啦、电子琴火车无穿衫伫跳舞啦，造成社会风气足歹。这敢毋是
咱逐个拢认为应该爱有一个规矩，会认真咧从事即款诶代志诶。你想迄款，咱着伫社会上拢认为讲，迄毋是足正当咧做代志诶人，逐个着知影讲，迄逐个拢是黑道，拢是为着利益，伫咧趁钱，趁钱，结果别人爱去了。你想，因伫迄个落水溪挖沙石，迄是趁钱挖趁一遍，沙石卖过一遍，然后水来个淹落。沙石佫来，因佫挖，然后因载即个沙石车沿路滴，道路拢压渣，碰用，然后因为拢桥洞，路嘛佫够歹，不但是路够歹，迄个桥墩落水溪顶的遮桥三座大桥，迄个桥墩都落入，拢安尼，拢挖空去。迄佫要佫顾，迄做变做危险桥，得佫加强，得佫用偌济钱。你想钱挖诶，沙挖诶去买趁诶，因诶路歹去，环境压榨，人跋落去死去，还是迄个桥墩佫建设爱佫偌济钱？这著是咱人民诶税金。李嘉芬，日晷、韩国瑜，因的家庭就是咧从事这。咱就知影伫普通，因是足有钱，佫足恶质，甚至黑白骂人、黑白讲人，佫说呱。迄伫地方人讲是恶霸，但是伊即仔趁钱了，即仔去选市长了，即仔要佫做总统，认为你敢讲这号做庶民？这敢讲普通的人民，即款的人来做总统，敢好？你若互即款做总统，你的囡仔、你的百姓、你的权利，你敢有一个尊严？我想大家听好考虑呢。这毋免搁我讲啊，我想咱头个人通知影。所以伫遮吼，我想那韩国瑜因即马即款的背景，佫讲因是庶民，因是咧要顾逐个人趁钱。我想是因是用尽各种的办法，用恶势力来趁钱，较有，毋是你咱趁钱。你会记哩伫讲迄个李嘉芬因兜伫做沙石场的时，迄个韩国瑜讲，伊迄阵未捌，抑佫未甲李嘉芬熟识咧。结果即马公文调出来是韩国瑜已经是李嘉芬的翁，伊讲连韩冰嘛已经出事啊，伊讲伊毋捌李嘉芬，伊佫记咧即替因的即个沙石场去咧勘查咧开会时，李嘉芬抑佫代表因翁去签名，安尼伊讲伊无熟悉伊，列位安尼敢会信实？安尼敢着搁讲？安尼敢着搁来讨论讲韩国瑜是真诶会信任一个，会当有迄个才，有迄个规矩，有迄个尊严，有迄个格通做咱诶总统。要做总统是爱互逐个人算看有起，会尊重，会当要照伊赢诶迄个方法去做人。咱伫遮，咱想讲，蔡英文是读册，是做教授，是做政府诶官员，一件照起工咧做工课。伊毋是去用特权去操作，去用钱去怪来怪去，用特权去压人。这两个去拼得足清楚诶，咱敢着阁有怀疑？所以伫遮吼，我实在想讲，若到遮阁可能着需要咱逐个来理解吼。这韩粉吼，因其实就是可能无咧管理，伊是啥物款，伊就信就信啦吼。所以咱可能想讲，即声吼，
咱台湾好不容易经过过去遐尼济的苦楚，遐尼济民主的先辈的努力，血汗、风拐、风拍，啊，有诶丧失性命，才有即个民主。结果咱即个民主是互逐个人有权利，结果人中国利用即款的咱的尊重，说出来讲吼，安尼共产党嘛是一个党吼。啊，中国去甲你刮来刮去，刮来刮去，即摆伊用各种的办法来，甚至我想，即摆国民党佮摕一个即款的人要做候选人，我是感觉讲，我毋知影国民党是想啥吼。因照讲，国民党内面嘛有一寡有能力的人呢，但是竟然会提出韩国瑜即个人来做候选人。这方面实在是看咱逐个太无起，所以既然若安尼，咱是毋是逐个着爱全力，千万着毋通，互国民党伊要看咱无起，咱着互伊安怎讲？冰骹刀着并过，咱着毋通互伊会当有票。真正连一票都毋通投的，伊著看咱无起啊！啊，你搁投伊，啊，拄好你承认，你著是互伊看甲饭桶甲有够剩。不但是安尼呢，不但韩国瑜的票袂使投，迄个立法委员的票更加是袂使投，因为即摆因用共产党用各种的方法伫咧侵入，你区域的选举，伊若是选做入去立法院，嘛是共款伫立法院甲咱为难，啊，佮包括因的不分区的政党票，所以即马我是想讲，过去咱个想讲啊，可能逐个人有各种的想法，啊，咱毋敢，只有就是鼓励，就是鼓励，但是即马我想，就是必须要全部爱逐个拢总动员，尤其佫亲像讲。连我伫中华县认真咧做县长，认真咧处理咱中华县的违规的即个刷少的盗菜，结果即个南平的即个韩国瑜因迄边讲我骂惨落去吼，啊骂到是有够歹听吼，迄实在是欺负妇人人，啊欺负我可是照起工咧做，若讲我是黑白做，讲互伊骂我嘛还佫笑笑，结果是。我认真做，啊！伊认为讲安尼会去影响害着因的利益吼。伊若南投若分量笑中吼，安尼啊，因就无通去转食吼，所以就要甲我掠去就对啦吼。所以安尼，两位，恁敢通互即款的人安尼逍遥自在吼？当然，即摆这时间过啊，已经20-30当前的代志啊吼。即摆想到就是感觉讲，哦，迄实在是有够过分。但是咱倒转想，啊，因著是老麻嘛，啊，伊著是乌道嘛，伊著是想钱尔嘛，因著无咧想道理，无咧想良心嘛，所以因才安尼做。啊，即款的人，即款的竞赛，啊，即款的心情，啊，共款的完全共款的，因用安尼咧怪咧骗，咧欺负人时，敢会使互即款的人做总统？我想这是足清楚的啊。差不多足清楚的，所以伫遮，我想讲，毋知大家有对即件代志，毋知有注意无？还是有要敲电话来回应一下吼？你若要回应，请你敲控诉727-9595，控诉727-9595。啊，政府拢敢若一直直讲吼，啊无互人敲电话，啊所以嘛毋知影啊，逐个到底有咧听无？啊有咧反应无吼？因为即摆看起来是。啊，事实上是真正愈来愈明显啊，然后愈来愈明显啊。啊，其实咱总统的选举用2个人来评了解，即马佫加一个宋楚瑜。啊，虽然宋楚瑜伊过去做省长的时真正是要有毛加伊快吼，但是伊上无伊也有认真啦吼。啊，但是实在讲，亲民党因的国家的认同。原来是甲咱无共款，伊毕竟是中国来的，
所以伫遮因抑去想讲爱甲中国维持一个足友善的关系。其实咱毋是要甲伊无友善，是伊用飞弹要对咱，伊用代志要对咱，伊想着就要甲咱掠去，想着你看像即马香港已经5000几个人失踪，有记录的哦，无记录的也毋知偌济咧。你想讲香港人其实逐个拢足巧，世界各国伫遐伫香港的即个金融的中心，其实是世界逐个拢咧看。结果即马连美国都定法案，要来保障香港的即个人权、民主、自由。照讲这是引起世界共同的关心啦。香港人因伫中国遐久，搁伫身边，因都载袂掉啊！因都安尼已经抗争要半年啊！总算即边你看。因的选举明9成对1成吼，即边香港人实在是逐个人配合，但是敢若配合，我感觉因抑阁无得到完全的效棒呢。因咱配合因，其实中国抑阁迄个手抑阁毋肯放开，抑阁足咧联系咧。咱其实因会当有较平安，会当有得到真正的民主。因若会当得到真正民主，我想中国全国内部渐会当有即个民主的希望。但是伫即个进程，我想咱绝对是无法度接受中国对咱的即个控制甲即个威胁，咱一定爱徛起来。咱徛起来，嘛是互香港一寡望，嘛是互咱家己的一寡保障。所以即边一定是爱靠咱，逐个看，敢若看香港着，甲咱足明白的一个讲法啦。所以请咱搁一次来拜托逐个。我要讲是讲，即马吼，毋是敢若，我想是逐个知影的拢知影，但是毋知影抑阁袂少呢。所以迄个毋知影吼，伊若甲你投票了，而且佫国民党的候选人，因有用足侪金钱去咧收买，足侪金钱去咧招待，足侪金钱去咧庙里，种种，这绝对有影响。因为台湾人太善良，听讲互人请着无斗互人袂使歹势。伫庙里人都有斗出钱，这票嘛都爱支持人。但是若是照常头壳若转袂过来吼，我想。以后损失的，就是你家己的自由，你家己的民主的价值，你家己的主权的即个尊严。所以，即个是非常的严重。即个甲咱普通朋友对朋友的相交陪，这是无共款的代志。所以，请咱对即马起开始，每一个人，互我拜托，每一个人上无爱去拜托一个人。每一个人拜托一个人，一个人是3票哦，一个人毋是1票。3票是啥物票？总统1票，政党1票，区域的立法委员1票，所以一个人是3票。当然上好会当努力3个以上，搁较好是30个愈较好，但是上无爱有一个。安尼拜托大家，毋知好毋好？对今仔日起。咱才剩1个月尔，咱逐个人拢爱尽力。你一定要有一寡朋友还未联络着，所以对今仔日尚无开始，你敲电话了未？还是你有去看你的朋友未？有甲伊参详即件代志未？嘛挺好用，亲像即个婚姻你家婚因兜讲骂我骂啊遐严重。其实我也无咧影啥代志，我只不过照期间要求合法去处理，结果因就甲我骂啊袂听咧吼。我想讲20-30年前的代志，即马佫现倒出来，互我去回想着当年安那伫咧处理遮沙少的代志，想着实在讲，因讲实在是足危险啦吼。因为拢是黑道嘛，
我也会记哩，伫做馆长迄阵，也有人讲要请我食土豆咧。我搁讲是讲，谁人还要请我食土豆？我也毋知影迄是啥物意思。迄土豆就是庆忌啦，土豆就是庆忌。你想啊，我戆啊，袂晓讲，毋知影讲迄就是要食庆忌吼。但是就是讲，对诶代志，你惊嘛无效啦，嘛是爱做。咱无做毋好，所以咱到即马也会当平安顺遂，继续来努力。民主即条路，伫过程中间检测有真侪困难，嘛有真侪牺牲。但是你若逐个人拢惊牺牲，要进步就足困难。但是咱认为，迄个牺牲应该会当毋免，应该合同合理。若逐个照起工来，毋免都要有迄款的牺牲。所以即马。咱已经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千万毋通阁无注意，阁互人煽动，阁互人受买去。我感觉安尼就了然啦吼。所以伫遮先用安尼来拜托大家。伫下半段的时间，我是讲咱嘛着过来报告咱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咱的台语文园区所进行的一寡活动。咱伫下半段的中间，咱再过来甲大家做报告，生活电台做一个广告。关怀广播，公司台语台，台语新闻。关怀电台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公司台语台主播吴国正，欢迎收听台语新闻。南投中寮早起的温度加到10°3，是今年冬天到达有测到上界低气温。中气象局嘛表示讲，冷风冷，即对东北风是无通算作是冷气团的急速，尤其明仔载会阁转过去较湿冷的气候，初期3天关山地界无听到会去落着雪。昨咱报讲有一个卡神的封号的杨慧茹小姐，去互检察官认定讲，使数人伫咧网络顶头放假消息。间接来害大阪的外交官行地路，当时已经起诉了。那阮这边嘛甲讲，杨慧茹的顶手无定就是蔡文总统哦，总是蔡总统本人早起是讲司法当就已经开始咧调查，针对单日案件若阁加议论是较无妥当。讲到杨慧茹这条案，台北市的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的国民党主席，昨伫咧 Facebook 发表文章批评讲。有的政党用进步自称其名，结果下骹手人却和中国大陆迄边步数相共，开钱伫咧网络假方式，搁好甲去互检察官起诉。国民党也要求各党，打倒爱将较清气象的网络讨论的空间交转来向民众，嘛较有影。咱来讲顶站自称是中国的间谍，这个王立强伫咧澳洲自首，伊也检出讲中国伫澳洲的国内有布置袂少眼线咧震动。但澳洲的总理斯嘉琼·莫里森昨是宣布讲，要用将近新台币18亿过5000万的预算来成立反间谍的专门小组。咱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担嘛讲，会用诚意和澳洲来合作，望讲针对当咧侦办王立强这条案，会当斗出寡力无？咱再来看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早起是讲香港的经济近来有影是歹，失业率拍算会冲起来到3%的接管。另外，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签字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林郑月娥嘛真不满。伊阁问讲无香港的市民是倒一方面的自由权，有影有去受到损害咧？反送中运动徛伫第一线咧抗争遐学生囡仔，会去卡着暴动的罪名。当有香港的学生专工来到台湾，由立法委员陪伴，呼吁咱的政府，当着赶紧修正迄部难民法，才有法度提供实质的政治庇护。互香港遐自由派的人士有底通好来活。以上新闻由第14台、公视台语台和关台电台联合制作，感谢收听。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
社工啊，我囡仔拄出事，足烦恼伊的未来呢。免烦恼，为着甲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的囡仔斗相共，105年1月7日以后出世的囡仔，儿少教育发展账户，你替囡仔欠偌济，政府就替你欠偌济。等囡仔满18岁，这条存款会当用来读书、积分，甚至创业哦。安尼我爱骨力替囡仔欠钱啊！若是有问题，请卡1957福利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哦，最近烧得足严重，哪有痰？迄行路吼足喘的了。你薰食遐大，敢会是肺阻塞啊？啊，敢会？莫紧张啦，咱斗阵来爬楼梯试看卖。27、28、29、30，哦。你1分钟30个楼梯爬袂起哩，爱赶紧去看医生啦。上重要的是爱解薰，而且照医生的指示做肺功能检查，照时间食药啊，控制肺阻塞恶化。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哇，你怎么带这么多钱啊？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哎，这样很不安全呢。要存回银行啊，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汰旧换新，又可以赚利息哦。钞票汰旧换新？对呀，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哦，原来如此啊！旧钞回得去，新钞出得来，全民一起来。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阿妹，你有听到无？新闻讲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长病毒的囡仔，出现爱困、骹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静的镜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你拄则转来，敢有先洗手？若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是，水无的。预防长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亲爱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咱各位有听到咱甲咱的台语电视台有做伙来报咱的新闻。真期待讲这新闻有互咱有一寡拢是台语的即个新闻，我毋知影恁感觉好无吼？我嘛真需要恁大家的回应吼。其实不只是台语的新闻，台语电视台已经自7月开播了后，嘛真认真伫咧做各种的即个节目的制作，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收看。有意见，随时互阮知影，咱通听好来反映吼。会记伫顶个月嘛有来咱电视台，嘛有来咱台语文化区直接办座谈会，嘛有真侪人来参加。咱以后因希望甲咱的台语文化区有较侪咧来连结节目会当大家做伙来合作，做伙为着咱的本土语言的文化。咱来推动吼，这是咱共同的责任。而且我想先去甲大家报告的是，伫即礼拜六，咱当然咱的园区其实对拜2到礼拜逐日拢是开放吼，敢若拜1是休困。拜1早起，其实咱园区内面有特别开课，互咱的志工或者是咱的民众。就是对有想要学罗马字白话字或者的民众，会当做伙来读册。已经进行几落礼拜啦吼。即马吼愈来愈侪，强要步步起来吼。看起来是大家拢学较足欢喜。就是一般的民众，你嘛有老师哦，嘛有一般的家庭，嘛有公司退休的哦，拢有。有的是来担当志工。有诶无担当志工，无要紧，咱拢会当欢迎，拢是免费，大家拢学较足趣味，而且老师是足认真教，佮温柔啦教，佮重复，我结果吼，我起初嘛想讲要对咧学，结果参加2礼拜了后，就有其他代志，我着爱先去处理，煞对无着，昨昏搁去对去一看是。
发觉讲我已经对袂着阵啊，因为吼人老师咧讲，人即同学逐个随反应是第几音，安尼人个安尼讲甲拢足熬的呢，逐个拢足熬的呢。照讲吼，我学历嘛无比因较输呢，但是我都讲袂来啊，所以伫遮就是有学甲无学都有差。所以因吼逐个拢笑眯眯，笑甲足欢喜的。然后拢搁去招足侪人来，所以阮即摆就是想讲，即班继续上课，会当补的先补起来，若无要紧，请你原来会当先来听看卖，然后呢，阮会搁正式搁开后壁搁一班，才搁继续来。所以欢迎若有想要学台语、要学罗马字的人，拢会当伫咱的园区，或者是甲电台来报名，咱做一个准备。然后即班小可到一个程度了后壁有诶若算较慢来，就会当搁先搁开始一班啦吼。咱欢喜为逐个继续来开课咱的老师吼，就是咱家己的员工伊是咱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毕业的，伊少年佫高水，佫足有耐心，头壳佫足好诶吼，教逐个拢甲学落吼。伊嘛感觉足公平的吼，这可能是伊第一遍开课，结果开甲足成功，逐个人拢足甲学落吼。像这吼，这都是咱家己的人，咱着听好什么时阵方便，毋管是早时、下晡时，拜六礼拜或者是普通时，咱拢会当来即个客制化吼，会当来安排。所以其实咱有一个台语文园区。其实足好吼，咱不但台语文园区有各种的展览，佫有即个礼拜六有即个，毋管是布袋戏还是歌戏的即个影片的即个播送，而且咱抑佫有各种的即个讲课。即个礼拜日，就佫有是咱的题目叫做做伙来听话本。就是这是亲子的即个节目，就是讲，因为即摆逐个拢讲，这少年妈妈少年爸爸要甲囡仔讲台语吼，因知影讲这足要紧，但是因家己嘛讲袂落，讲袂来。所以阮讲，袂要紧，阮怎找幼儿园的老师、幼儿园的园长，阮即边邀请咱中华县上优秀的咱的幼儿园的园长。是咱的中华市立幼儿园即个陈燕之陈园长伊要来甲咱讲故事要来教咱有各种的即个活动即个你想我发觉幼儿园的老师拢足熬的，因足熬讲互囡仔听，嘛足熬教囡仔，足熬带囡仔，足熬甲因。安尼带出来，因的想法佫足济，不过因有诶台语袂啥会通，但是咱找咧即个陈燕之园长伊就是看到咱真要紧咧推动台语，伊怎开始对着教育部诶即个沉浸式诶教学，就是讲幼儿园咧上课，就先开始互因听，互因讲，伫算的中间，伫学的中间，伫唱歌的中间，伫绘本的中间，还是伫广告的中间，就将台语，还是各种的台语的用法，渐放咧。这叫做浸水式，都规个都甲沉落去就对啦吼。差不多有50%是用台语。起初家长其实无啥欢迎咧，一般的家长拢想讲，实在是学英语较要紧咧吼。我想要甲大家讲，你的观念无啥毋对，学英语要紧对，但是搁伫学英语进前，咱家己的台语，咱家己的母语，愈较爱有迄个爱有真知，台语会晓讲，会晓听，这囡仔就有自信，就对家己的即个民族、家己的地方、家己的父母、家己的生活。就有真深的了解，对这是一定爱先开始。
即个园长伊知影即款的用意了，甲家长说明，结果家长全部支持。不但是安尼，半年了后看到囡仔的进步，看到囡仔逐个笑眯眯、欢欢喜喜，佮足会晓，佮足捌代志，啊，佮会晓通听，会通讲，所以拢全力的欢迎。啊，所以咱即边就是请即个陈园长，啊，以及一个陈恒珠老师，要做伙来讲，即个做伙来听话本，啊，即个吼是广告哦，啊，但是是台湾话的吼，啊，即个内容生活的，我想是足自然的，欢迎大家来。啊，虽然讲吼，咱亲子的家庭讲有互报名啦。毋过，阮想讲吼，这遮好吼，会当愈侪人来愈好呢。所以吼，若阵搁较侪人来吼，阮甚至换房换教室都袂要紧，换好较侪人咧，互较愈侪人来，啊，咱甚至互逐个互饱满，啊，逐个愈热啊愈好，啊，安尼其实自今年来咱所办的活动，其实阮从20几年前开始办。台语演讲比赛以来，逐个拢甲咱学了，啊，所以会愈来愈侪人，愈来愈侪人。啊，亲像这咱即嘛，伫今年所办的，差不多逐场拢爆满啦，拢一搭久啊吼，还未开始有诶，甚至还未开始互报名，啊，着强要无名，无迄个名额通互人报吼。啊，即嘛伊是写讲15组啦，吼，包括大人囡仔啦，吼，15组嘛，差不多50个尔啦。啊。听讲原来爆满啦啦，啊！毋过阮想讲，阮会设法来互较侪人来参加者吼，因为真较可惜啦，限定遐少人吼，就一寡人对袂着咧吼，啊，安尼较无彩，所以我是讲，恁欢迎恁来，但是你要来，会使先管敲一个电话，互阮敲去做准备啦，因为吼，这细汉囡仔来吼。阮嘛爱传一寡糖仔饼仔来甲拐啦吼，传一寡糖仔饼仔，或者囡仔欢喜心食，啊，所以吼上好先还知者，刚好啊，所以请恁若要敲电话，会当敲047287363，047287363，或者是敲电台，哦，若袂要紧，这是兄弟啊关系啦吼，哦，姊妹啊关系啦吼，因为。咱的台语文园区，就是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负责伫咧服务，负责伫咧斗营运。啊，其实吼，阮所做的是超过所有的计划，阮是计划外佫另外佫加做10倍以上，因为阮毋是伫遐咧算讲这安怎，阮是算讲加做一件，就会当加接触一寡人，就会当加鼓励佫较侪人。会当大家做伙，这毋是讲，我甲恁讲安尼呢，你听就好呢，毋是呢，是甲你说明，然后就是你的代志安尼，然后是你爱斗做呢，这毋是干那阮的工课呢，这是咱所有台湾人大家共同的工课，所以毋是阮咧拜托你做，毋是阮拜托你讲台湾话，这是你的台湾话，你爱要紧，你爱想讲。你爱安怎传互咱的细囝，传互咱的厝边，传互咱的朋友。所以伫遮，请大家会记哩，咱来讲台语，毋是我叫你讲台语，我叫你讲台语，你嘛会使妄讲，对无？但是这是咱大家拢做伙，咱来讲台语，咱的台语才会当听有，咱的台语才会当传出去，咱的台语才会当通。互相流通，才袂死翘翘。安尼，咱的台湾的文化，才会当治咧，啊，佮愈保存好，佮愈发展，佮愈发展，佮愈发展，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伫遮要甲大家讲，这是即礼拜哦。啊，那后礼拜咧，哦，这个较精彩啊！后礼拜是12月14，咱一年，咱大家会记哩，咱今年有推一个叫做啥物？叫做咱来讲台语，啊，阮就讲吼，上好是逐个拢会当讲，啊，上无吼，食饭时间就爱来讲台语，安尼上无囡仔就有机会听，啊，囡仔就听较济就会晓讲，
啊，伫厝内会使讲台语，你出去外口甲人食饭，嘛是会使讲台语，甲亲戚朋友啊，逐个拢会使来讲台语。即个气氛直直过，阮毋是为着要办活动，阮是为着要推动来办活动，用办活动来带动大家见面，带动大家想法，带动大家互相交配，所以是为着要推动。阮毋是为着要办活动，若要办活动，大家家己看要去倒行，要去倒去看电视，倒去看电影拢无要紧。但是阮是为着要推动，所以拜托大家人拢爱做伙来。12月14，咱的目标就是向伫咱伫规年中间，咱就有推动，咱来讲台语，而且阮有讲，请咱会记食饭的时阵讲台语，嘛欢迎大家。经常来咱的台语文园区参加咱各种的活动，啊，咱嘛有要求大家，若来，请你着爱办即个台语的护照。阮讲吼，你若办三遍以上，来3遍以上吼，伊来一遍着当一个囡仔，啊，来3遍以上吼，咱年底着办一个大活动，大闹热一个，啊，逐个来欢喜笑看，互相熟悉，见面做伙佚佗。做伙听，做伙看各种的表演，啊，即个表演是足精彩，是拢足好。我阿顶啊一一介绍咧，佮不但是安尼，佮有摸彩。其实吼，普通时我是无爱做摸彩的，因为我想讲吼，迄吼有当时啊，并毋是真，就是讲这个咱应该做的，那得个用摸彩来鼓励。但是我想讲吼，啊好啦。虽然吼，这毋是我足爱用摸彩，但是呢，为着要鼓励啦，较苦吼，啊嘛来传一个啊摸彩品吼，大家较欢喜一个年度，因为就是咱办咱台语文园区已经1年外，啊即马吼愈来愈侪人，逐个月拢差不多4个，即马看起来差不多4、5千人来参观，啊来接受，啊足趣味的是吼，即马发觉。迄个日本人吼，差不多逐礼拜来啊。讲来了，转去日本啊，我哋又搁来，已经来第4遍啦。啊，最近搁有包括中央大学，包括朝阳大学，因搁有拢有外国学生。啊，结果因来，逐个拢足趣味，一遍来拢30、50个人吼。害阮即马大就开始爱做英语的即个迄个介绍吼。啊，所以阮就想讲，啊，以前拢无想到用英语，阮就想讲，自头到尾就是讲台语的咧。啊，结果即马有外国人来啊，啊，你甲讲台语吼，伊真正是听无吼。啊，所以只好阮即马就开始嘛，着个爱来训练啊，咱的干部啊，做台语的讲解。啊，即马煞物外国人来，啊，我就主动家己去做讲解吼。啊，想着。我是讲，安尼嘛毋是办法吼。其实咱的志工内面，嘛有足侪人有外文足厉害呢，嘛有韩国的呢，嘛有日本的呢，嘛有会晓讲英语的呢，敢若抑阁无人会晓讲法语的款。啊，顶日竟然来一寡马来西亚的，啊，结果我袂晓讲马来西亚，但是我有甲因提醒讲，我有去过彭亨州，因为咱中华县。甲彭亨是姊妹县吼，啊，因是州啦，咱是县吼。哦，结果就大家足亲的吼，就讲甲足欢喜，啊，就甲我问讲，啊，即马敢抑阁有咧联络？我讲我足歹势，我即马毋是县长吼，啊，可能就爱去问即马的县长，毋知抑阁有咧联络无？我当然我想讲，啊，虽然无共党派，可能爱拜托议员去问看觅，啊，这毕竟是过去建立落来的关系。啊，毋知因有继续伫咧联络无？我是讲对遮啊，咱看到原来足欢喜，就是讲看到中央部会以及足侪外国单位啊，其实即马学校也是民众，也是其他县市，嘛经常拢有人来，而且趣味的是来了拢会阁带人来，拢会阁带人来。阮感觉安尼，阮原来感觉有一寡安慰，就是讲人感觉这是要紧的。甚至是外国人，佫感觉讲哦，恁这伫遮是足特别的，因为全国甲敢若咱遮有尔。但是倒当兵的是，咱家己中华人，咱家己台湾人，敢若知影的，
并无讲足济，所以伫遮我想讲借即个机会甲大家报告，12月14，就是咱的台语艺文闹猜猜，台语艺文闹猜猜，啊，即个欢迎大家做伙来，欢迎大家做伙来，啊，而且哦，有足精彩的表演哦。咱大家知影中华馆有一个曾道雄，就是咱全国的歌剧的即个大师，就是歌剧之父，咱台湾的吼歌剧的，佮一个郑志仁老师医师，嘛是咱足好的作曲家，啊足会唱歌的。因吼一个听着讲，这拢中华人哦，伊听着讲咱要办这，因一声迄拢大师呢。迄实在讲，咱根本就无钱通请伊，咱这无经费通付人什么表演费的。一声甲讲好，无第二句，马上讲因要来啦。立位啊，你敢若听因两个就够野啦。其实有尔安尼呢，抑佫有迄个什么叫做笑眯眯的迄个念歌团。各位你敢知影笑眯眯的念歌团是啥？就是一个吼，就是一个叫做杜建志甲林天安吼，因两个阿某因设的叫做笑眯眯的念歌团。这是啥呢？其实咱大家拢敢若知影有一个叫做杨秀清，就是咱的念歌团的一个，会使讲是咱的国宝。咱的国宝哦，伫咱台语电视台播出的时阵，开播的时阵，伊专工去咧台顶，伊讲伊毋知，我敢袂记，毋知讲80几岁啊，90几岁，用行还佫人甲扶的，结果去哩唱歌是安尼唱啊，念歌吼念甲精神有较好，大家拍甲有够厉害。结果即个吼，这是国宝，我也毋敢去甲请，其实是熟悉啦吼，但是我想讲咱也毋知咱会偌侪人来咧。咱若讲来几落万人吼，我就来甲请。即满我也无啥把握啦吼。可能才几百个尔，所以我毋敢甲请。但是我请着伊的大地主，这就是伊直接的迄一工伫伊边仔，迄个就是即个朱建志甲因某，这就是伊的直接的集团的地主，因两个要来。你想下，咱无啥物钱通互人呢？咱政府无补助的呢，等你一声，伊就讲只是推动的，因欢喜来赞助。立位啊，你敢若看这拢国宝级的啦，这拢国宝级的吼，所以才嘛来。然后呢，咱嘛有地方，而且有现代的，有古早的，有老辈的，有少年辈，嘛有咱学生囡仔，咱台语电视台即摆有即个。公营倒转来，即摆咧比赛呢吼，结果咱中华工摕足好的成绩，表现起来，逐个是拍啊，结果是咱中华的，嘛有咱台中的啦，即伫遮吼，阮想讲即边就要紧是将逐个拢甲招来，毋管是中华的，毋管是台中的，毋管是台南的，是台北的，要紧是逐个共心，无共款的艺文，无共款的艺术，无共款的技巧，只要有心，只要欢喜要做伙推动咱家己本土的语言，咱拢成就啦。安遮不但是安尼呢，佫有教授呢。李清华教授嘛要来吟诗啦，嘛要来吟诗呢，后壁佫足济咧。即摆就是讲吼，阮一项伫咧排，佫一个。咱中华馆，咱即个吴胜老师吼。我是诗人的吼，农村的诗人的吼，因囡仔叫做吴志宁，伊是咱的足有名的地方的少年歌手，听讲因嘛拢抑个有乐团，但是咱即摆惊讲人因迄拢有名吼，可能咱即摆咱也无啥物经费，所以我毋敢，我渐渐念啦，我看念偌济是偌济吼，吴志宁嘛是一句讲，迄袂要紧。迄若要照算吼，迄拢爱几落万呢。这吼家己咱家己办的吼，袂要紧。所以你想，我即摆一日排，佫足济，可能佫有算命贵宾哦。所以伫遮吼，请你会记12月14，时间先空出来。后礼拜会佫继续甲大家报告。会记你一个人上无爱甲我带3个，
一个人上无带衫的，啊来，佫有个摸菜，佫有好食物通食呢，啊，佫会当讲台语、学台语，佫交陪呢，啊，做伙为咱家己的文化来表示。祝福大家，周清了伫遮特别邀请大家，多谢。感受。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11月23号到12月22号，连续5周的礼拜六、礼拜天，好吃好玩就在八卦山天空步道7号市集，单立来佚佗哦。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在台湾，每年有超过9000人死于肺癌。罹患肺癌的原因很多，烟是造成肺癌的最大因素。护肺第一步，戒烟。